男咧，佢喺公元前已經喺羅馬嗰邊發展嘅，然後隨住絲綢之路嘅時候咧，就嚟到中國。到明朝嘅時候，喺景泰年間，咁就將呢個工藝咧正式發展成為一個國家一個皇室嘅工藝。咁我哋一般做景泰藍嘅工序咧，包括我哋會有個底板啦，我哋會起稿，然後就將我哋嘅銅線按住個圖稿咧，就將佢黏落去嗰個底板上邊，然之後就進行點藍嘅步序，之後就會做固化。咁傳統而言咧，我哋製作景泰藍嘅時候咧，好多時都會喺一啲銅嘅底板入邊去做，做完之後就會入窯用高溫去燒製。咁喺現代嚟講咧，我哋為咗一個安全性嘅部分咧，我哋就會加入一啲透明嘅樹枝，配合一啲彩砂去完成，咁令到做嘅時候咧，咁就可以喺個低溫安全嘅部分去做啦，令到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好輕鬆咁體驗到呢個傳統嘅工藝。咁景泰藍係我自學而成嘅一個工藝。我做景泰藍嘅時候咧，會多啲去觀察翻自己嘅內在嘅狀態，咁咧都會作為我平時咧對於自己一個情緒嘅覺察嘅工具嚟嘅。希望景泰藍咧可以獲得更加多人認識啦，由大人到小朋友，甚至唔同國籍嘅人咧都可以認識到景泰藍呢一項咁傳統嘅工藝。另外咧都可以去發掘一下景泰藍咧可以做到啲咩，呢個都係我都好想知道嘅部分嚟㗎。